来关心国内这桃园龟山的长寿路呢，昨是有一个查甫人驶货车，不过煞唔知影这车顶载的物件是沿路安尼漏油，害后壁3台乌多摆全安尼触倒去。即马警方已经联络到驾驶，上当会甲罚到18000块。 规条大路拢是油，13下昼伫龟山区长寿路481巷附近，3台机车连续触倒。另外一个比较严重，就先被救护车送走，我自己就擦挫伤了。我们左转的时候有3台车，然后在不同时段就分别滑倒，这样叫人家不能过，他先铺个那个沙子，还像什么的，然后就先慢慢叫人家慢慢骑这样子而已，然后弄好又铺好了才给叫人家过这样。 消防第1大队龟山分队接到通报，出动消防人员2名、救护车1台。3个骑车出倒的人中，有一个正像亲像骨头及其几个所在找到伤，由救护人员予以指挥，固定骨头了后送医。3辆机车因道路上有油而人车滑倒，其视轻微受伤，积极协助伤者就医。 警方调看沿路监视器，找到29岁老油大货车姓李的驾驶，伊驶大货车往桃园方向行，唔知影货车顶所在的货物沿路漏油。后壁经过3台机车，因为道路有油，刷人车触倒，依法会当处3种以上18000块以下罚金。警方也联系驾驶协助双方讲赔偿的代志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